大年初一，我哋跑梅子林2轉，目標里數8.8公里，係啊，攞返個好意頭 ，Let's go！Let's go！小林斜路，第2轉加速，快嘅，好啦，快少少嘅，有少少喘嘅感覺嘅。Come on，let's go！Let's go！掙扎嘅聲音。進步嘅聲音，進步可能停係嘛？係。講啊！你嘅口號 ，Let's go！Come on！Come on！開始啦！完成8.8K， Yes！ 祝大家新年馬上 PB！早晨啊，大家新年快樂，馬年進步啊！今日係初5啊，晏啲仲有啲慶祝新年嘅活動要做，所以今朝早而家快食個早餐，之後去做一個 chest workout， 咁就示範俾大家睇點樣可以1個鐘頭內高效咁樣完成個訓練。今日試下45分鐘完成4個動作，依家開始計時。第2個動作，依家用咗18分鐘。做完39，55。個觀音喺後面啊！觀音喺呢度，等陣間會上去個觀音嗰個。好似試過30。打落影得靚。我要明年前嘛，我去讀書啊，係點先可以試一試？嘅下面。嚇！你頭先唔教我嘅，你頭先唔教我嘅。得咗啦，我做得拉圖。得咗。耶！我呢個 OK， 佢嗰個但係個人點解要着袍？Jogging 8K。今朝就同咗一個比較有錢啲嘅親戚嘅 family 一齊去咗慈山寺，成個體驗都幾 eye-opening， 一個好好嘅體驗。但係呢個體驗亦都同時提醒咗我，唔好淨係一味 once more，
因為想要更多係一個雙面人，冇錯，係會逼到我去成長，去追求更加高嘅職位，去追求更加高嘅收入，但係同時我嘅 lifestyle 亦都好容易因為想要更多而去一直咁樣去 expand， 一直咁樣去 inflate。當我想要嘅慾望越嚟越多嘅時候，無論我得到幾多都好啦，我剩翻落嚟嘅 abundance 都唔會有好多。所以我希望睇影片嘅你真心諗一下，究竟你係咪需要翻多一日工？究竟你係咪需要多1萬蚊嘅人工？就好似今日呢個咁靚嘅日落。其實呢個日落日日都喺度，呢個美景日日都喺度。但係如果因為工作，如果因為更加高嘅人工而睇唔到呢個日落，而感受唔到呢一份嘅快樂，而陪唔到我哋身邊嘅屋企人，究竟我哋賺多咗嘅嘢係咪真係賺多咗呢？究竟我哋達唔達到我哋嘅終極目標？達唔達到我哋想要嘅嗰一份快樂呢？早晨，今日晏啲返大陸探親，所以今日都係一個好快嘅 workout， 3個背嘅動作，40分鐘內完成。開始計時，40分鐘內完成。而家時間係23分鐘，得返最後一個動作，直手下拉，好快就搞掂。啱啱35分鐘做咗3個背嘅動作，咁其實都已經係一個 complete 嘅back workout。所以咧，其實只要你想做咧，點都會抽到時間出嚟做，同埋真係善用你嘅碎片時間，就可以完成到一個 workout咯。